其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述訴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憂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若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，發於陰陽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憂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若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這，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，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超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徇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超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徇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其知道這發語陰陽和語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照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，氣從耳順，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發語陰陽和語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照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，氣從耳順，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這，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無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，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無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者，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超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民故若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，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超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民故若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知道這發語陰陽和語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照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食，淫其服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發語陰陽和語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照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食，淫其服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人其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無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無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超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民故曰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超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容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民故曰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知道這發與陰陽和與述說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上古之人其知道這法與陰陽和與述說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腎俱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之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色，淫其膚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文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
知道這發於陰陽和於述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故能應與身軀，要盡終其天年。到百歲乃去，是以是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。如自然不招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，所以能練。皆到百歲，以動作不衰，這以其德全不偽也。是於知行而少欲，心安要不懼，形龍而不倦氣，從以信覺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食，淫其服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侮，其民故約破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。避之有時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精神內守，病安從